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有机会来到这，甲咱大家做伙三甲敬拜上帝。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中间，阿伯拉罕几岁？99岁。上帝伫阿伯拉罕99岁时对伊讲话，甲伊立约。愿上帝也甲咱每一个人，伫咱的人生任何一个时间，甲咱讲话，甲咱立约。咱搁一摆三角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当阮看见你的话语伫圣经内底不断地讲起，阮也恳求你将你的话语放伫阮每一个人的性命甲阮的心内。愿阮伫即个中间有智慧通晓悟，愿阮伫即个中间有智慧通见证。愿阮伫即个中间，通过你的话语，阮要搁一摆学了你的名无煞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真欢喜有机会会当来到伫纽约，甲咱众人三甲做伙伫遮敬拜上帝。这检查是我第一摆来到伫纽约，有真侪无习惯的所在，也有真侪惊吓的所在，因为我对纽约的印象无得偌好。当然，这印象无偌好，实在是毋是我的问题，实在是因为细汉电影看伤济，所以搁新闻报伤济，所以见看见读拢是较负面的，负面的新闻较侪人爱看。正面的新闻无一定有人要报，所以伫即个中间检查对即个所在有真侪无正确的印象，总是感谢上帝的恩典，通过咱众兄弟姊妹伫即个中间，三甲做伙，三甲勉励，三甲交谊，三甲交陪，也伫即个中间有一个定新的印象。伫即个中间，一直有一间新学院。真特别，总是你若通过真侪的学校的相片，也是真侪外口所显现的相片，你会发现讲，伊甲今仔日的学校无啥共款。敢有人知影这是对？敢捌看过？敢有人伫内底做礼拜过？认袂出来吼，因为改变真济。咱通常看到即张相片，对即个角度翕过时，拢敢若有头前迄个尖塔，边仔后壁迄个真大栋的大楼，可能拢无伫顶悬。总是伫今仔日，你若去到即个所在，你所看到的迄个景象已经无啥共款。这是对Union 新学院。甲咱教会敢有关系？有。听讲有真侪人一开始伫即间教会聚会时，是对迄个所在开始，所以对迄个时，上帝就得对咱即群人伫讲话。迄是当时，我想通过咱教会有真侪人伫2021年的时。要搁伫 pandemic 的期间所做的迄个纪念刊内底，咱会当看到真侪好的见证，以及其中真侪历史。咱会当看见有真侪时，人伫背后看见头前上帝所捌引带咱行过的路，有时含咱家己都毋敢相信。Union 新学院，我想伊有伊足特别的地位。总是今仔日，互我看见一个足特别的事，边仔迄栋楼搁较悬，边仔迄栋楼搁较挑战。我想这毋是只有对伫一个历史的建筑顶悬，一个相片有一个真大的挑战。我想伊也是咧对咱讲话，伫咱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间，检查的咱拢有上帝呼召咱的事，总是伫即个中间也看见。这个世界悠远地行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看见着上帝搁一摆
其实上帝毋是一摆阿伯兰、阿伯拉罕立约，总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，伊放伫99岁时，是毋是会当帮我试一下？伫99岁时，上帝搁一摆对阿伯拉罕讲话，总是伊迄阵的名叫啥物？阿伯兰。然后伫99岁伊讲话时，上帝不只是甲伊讲话，不只是甲伊立约，甚至含伊的名拢改掉。这啥物意思？这个意思，我想有真侪意义。其中一个属灵的意思是，你阿伯兰对担了后，要叫做阿伯拉罕。对担了后，我要甲你立约，你是属伫我的。99岁，咱中间有偌济人有自信讲，你一定会当活到99岁。有诶，请举手，毋免歹势。若无，咱做伙来思考。假使99岁时，上帝有缘咱讲话，爱咱有所作为的时，你敢回应无？当然，有个人会讲圣经内底遐个人物所用的年岁，甲咱今仔日的年岁，毋知影有共款无？咱今仔日一年是几日？365日，一日是几点钟？24点钟，搁加小看啦吼。但是阿伯拉罕迄个时代吼，一年一岁是几日？一日是几点钟？老实讲，我毋知影。我无把握讲伊完全共款。总是咱若通过即个表，咱重新来看，阿伯拉罕伊死的时175岁。上帝甲伊讲话时，今仔日咱读的经节，上帝甲伊立约的时99岁，所以占着伊人生的偌济部分。敢有算足老？这歹讲，真正足歹讲。总是你若通过即个表，我才列即个表，要互大家来小可参考一下。阿伯兰75岁时，伊离开赫兰，然后要出去来承接上帝要赏赐伊的地。但是真趣味哦，阿伯拉罕去赫兰的时，伊是对啥物人去的？伊敢家己去的？毋是，伊对因老爸去的。所以伊75岁进前是对因老爸，对乌尔一个城叫做乌尔。阮老师甲我讲讲迄个乌尔，甲后来以色列所用的迄个乌兹冲锋枪迄个乌字有关联，意思是溃烂。我毋知影老师到底教了对毋对，因为我的希伯来文实在是敢若勉强过摕到分数尔。若讲毋对是阮老师教的。然后伫迄个中间75岁，伊搁一摆离开，迄是伊第二摆离开。第一摆是对乌尔，然后去到赫兰，然后86岁生以实玛利，因为上帝捌甲伊讲，我要赏赐你，要互你有天，互你的子孙亲像天顶的、海边的。伊有相信无？莫讲无相信啦，伊敢若问一句讲上帝啊，我无囝呢。你甲我讲要有天顶的星、海边的山，无囝呢？你互我搁较济福气嘛无路用，你互我搁较济财产嘛无路用，你互我牛、互我羊、互我遐个萝卜精生，对我来讲，就是到我即代就结束，我无法度刷落。所以想一个办法来找一个下家来生一个囝，叫啥物名？伊什么？大家圣经读了拢真饱。然后到伫今仔日，咱看见伊99岁，是阿伯拉罕甲上帝立约，还是上帝甲阿伯拉罕立约？咱敢有法度甲上帝立约？
有啦，互我一个望的，我嘛咧追求上帝。有啦，咱会使，咱会当上帝立约。总是伫即个中间，咱看见是上帝阿伯拉罕立约。但是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有一句真重要，咱搁一摆将圣经，咱即个周报顶悬有圣经，甲摕出来看。伫第1节的后壁，阿伯兰99岁时，上主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“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伫我的面前，啥物货？行做着完全。”意思就是你爱做好。今仔日你若做好，我要甲你立约，要互你的后裔加添极其多。所以上帝要甲阿伯拉罕立约，敢有条件？这是讲较歹听啦。但是今仔日咱若甲即个世界无分别的时，要安怎互上帝的神甲咱三角徛起？今仔日咱若甲即个世界拢总共款的时，咱甲即个世界有啥物分别？今仔日做一个基督徒，做一个追求上帝的囝儿，就是爱有迄种的自信，甲迄种的相信，讲我甲即个世界，我决意要无共款。这是咱的信仰的根基，这是咱伫即个中间是安怎会伫遮正人伫遮要超找上帝的原因，因为咱决意要甲即个世界无共款。99岁时，上帝搁一摆甲伊立约。即摆，什么人替伊生一个囝？撒拉，然后嘛，佮改名，然后伫阿伯拉罕100岁时，以撒出世。上帝的计划超越人的想象，咱无法度伫即个中间想象阿伯拉罕99岁得到即种的约，100岁得到。对伊甲撒拉所生的囝叫做以撒，然后上帝的计划稳定，以及即个约通过即个人、即个囡仔继续续接。这是什么人的约？这是阿伯拉罕的约。然后一直到伊175岁过身，我想咱看见。伫阿伯拉罕99岁时，伊人生有一个真大的转变。这个转变，互你无相信，你也无法度无降服伫上帝的权能之下。第2点，要咱跟正人三角来分享的是。他们拄仔咱有讲，即个约是啥物人成立的？是阿伯拉罕甲上帝立约吗？还是上帝甲阿伯拉罕立约？我是全能的上帝。即句话已经讲出一个真大的美角。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，我要甲你立我的约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咱会当看见上帝主动甲人去立约。但是，这个约有可能毋是咱会当想象的，这个约有可能是咱伫这个中间无法度理解的。今仔日真侪时，伫咱一生所行所做，有真侪物件，咱是后来回头去看的时，才知影爱算效稳定，因为咱才知影，原来咱已经行过死荫的山谷。咱只有伫回头的时，才有教育。迄款的思想，迄款的智慧，讲原来我一生拢行伫上帝的计划内底。我毋知影你是毋是有即款的感觉？但是只有甲上帝立约的人，伊伫人生所行的路是完全无共款的。咱来看另外一节的经节，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2节到第3节，伊讲，这嘛是上帝阿伯拉罕讲的，伊讲吼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我要祝福你，互你的名做大，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然后，这是我上界爱的经节其中一个，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祝福因。
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咱有法度想象吗？伫亚伯拉罕迄个混乱的世代，亚伯拉罕所行到的所在，有上帝来成做伊的后盾，有上帝来成做伊的傀儡甲关联。有一句话咧讲哦，打狗看主人啊！啊，你若要修理某一个人哦，你着先看伊边仔吼是虾米人咧徛。亚伯拉罕伊一生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伫即个中间。其实亚伯拉罕虽然有上帝甲伊三甲之地，上帝也甲伊立约，但是有时啊，亚伯拉罕还搁咧犯错。亚伯拉罕所行过的所在，有互人得到祝福无？有咧，讲几个例啊？有一个孙啊，罗德，还记得无？罗德啊，即个罗德到底是好是歹吼？我想，毋是用好歹来讲。总是伫伊人生成长的路站，一直需要有机会甲环境，互伊搁较侪学习。但是即个亚伯拉罕真疼罗德，伊互伊讲，莫冤家啦！你若要即边，我着过迄边；你若要迄边，我着过即边。伊是毋是用即种方式在款待？亚伯拉罕是毋是犹原为着索多玛在祈祷？亚伯拉罕是毋是为着当初时的人在祈祷？我若有义人吼，你敢会当卖灭即个城？亚伯拉罕敢有成功？上帝敢有听伊的祈祷？上帝敢有听伊的恳求？敢有？有。所以索多玛安怎？灭去啊！但是索多玛灭去啊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吗？毋是哦。亚伯拉罕讲啥？然后几个义人，你着卖灭即个城，好无？上帝讲啥？好。所以上帝有听亚伯拉罕的祈祷。问题是，即个城内底无义人。亲爱的兄弟，假使咱的身边有即种人，咱来把握。当咱发现有一个人是上帝用伊做器皿，通过伊来享受祝福、享受恩典，伫咱的中间呢，一定爱把握。我讲的毋是讲某米人煮饭足好食，我讲的毋是讲真侪人用真温暖的话语在勉励人。我讲的是，伊的好所行，不只是互伊的囝儿孙仔来得到福气，也互咱来得到勉励以及见证。因为咱通过这种的方式，在证明上帝在使用一个人、一个器皿，超越咱的想象。我毋知影你敢捌对人有一个见解？迄种的见解，检采是偏见。有时啊，咱看到一个人啊，这猫咪人，这无效啦。啊，这个猫咪人，这含慢啦。咱可能第一面看到伊的时，就已经感觉啊，这个袂使。总是伫后来的20年、30年，才发现讲，哦，这个人变啦，甲我当初时所想的无同款。因为这个人一直徛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。检采伊无比人较聪明，检采伊无比人较有气力，总是上帝犹原使用伊、赏赐伊，互伊徛悬无徛低，互伊伫人的面前无见效。我想有真侪人，当咱用咱家己的眼光、咱家己的标准在看待伊的时，咱检采会有错误。总是上帝看人，袂有出错。当咱发现，当上帝愿意甲人来立约，当人愿意伫迄个中间用约束来甲上帝维持好的关系的时，这个人伊的性命要开始改变，甚至伊的名嘛要改，对亚伯兰改做亚伯拉罕。当咱愿意将咱家己来摆咧伫上帝面前，讲上帝啊，我今仔日我要属你，无要属世界的时。咱伫天顶的名嘛要开始改变，因为咱要属伫上帝。当咱属伫上帝，就亲像第3节讲的，
祝福你的，我要赏赐予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责罚你。迄阵咱就毋是家己一个人行伫即个世界，但是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徛在伫地面上。贪多啊，伫祈祷中有提到，亲像摩西当初时，亲像要入去迦南地时，有两个山。迄两个山其实一个是祝福的，一个山是咒诅的。这不只是两个山，你若去看《申命记》28章，伊嘛真显明甲你讲，有两个物件伫迄个所在，一个是祝福，一个是咒诅。你要对一个？咱每一个人伫世间，上帝所赏赐咱一个上界宝贵的，叫做自由意志。意思就是讲，你会当敬，你用敬要得到迄个祝福，军队即个上帝来证明咱愿意听上帝。你也会当敬，我想要甲即个世间同款，然后我想要得到地面上的福气，较赢伫天顶的福气。然后你人生所行的路就完全无同款。上帝的恩典甲祝福是超越着一代过一代。人的性命受过底，无法度去看见上帝的恩典到底有偌大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咱会当通过今仔日的经节看见上帝所赏赐人的约。毋是一个人一世人的约，总是世世代代的约。这种世世代代的约，互咱看见，伊是发挥真大的影响力。我想对阿伯拉罕伊的故事，一直到今仔日世界历史，咱无生分。伫迄个中间，所互咱通过读圣经，以及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。咱用2000年，甚至是超过2000年，来证明这个上帝的存在。咱通过上帝所赐福，检采是咱其中的一份子，来看见伫跨世代中间的恩典，传过一代过一代，这个信仰也代代相传。咱伫这个中间是要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个上帝的存在，证明上帝的权能，证明上帝是真个活的上帝。所以，伊只上帝常常会伫遐咧讲着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起头的，我是落尾的。咱人只不过是伫人生中间一个小段，甚至咱的一生70年，可能只是一个小点，迄个点真困难来表明全能上帝真实的样貌，总是透过咱代代相传的基督徒伫这个中间的见证，伫礼拜中间的学乐，伫起造上帝的躯体中间的高举伊的名，互咱看见上帝真实存在伫咱的中间。这个礼拜堂有偌久的历史，我毋知。我想咱毋是第一个使用这个礼拜堂的人，总是通过伫起造这个礼拜堂，甚至是早前来到伫这个中间的信仰前辈，来留下上帝的名。无论你是伫美国的纽约的，还是你有机会对台湾来到伫这个所在。咱会当用超越时空、超越这个世界、超越语言、超越文化，伫这个中间敬拜同一位的上帝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咱用这个圣诗在唱的时，你去到全世界真济所在，你会发现会通呢。无同的语言，学了同一位的上帝；无同的语言，出同款的音调。无共的语言，互咱见证咱伫即个中间的上帝是真个活的上帝。即个上帝毋是透过一个人来证明，
是透过一群人来证明。这个上帝不是透过一个人的世代来证明，这个上帝是透过世世代代伫这个中间学老的人来证明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我有机会来到伫纽约这个所在，来看见到真侪人真好真水的见证。检查遐个人本来无熟悉，但是坐落来讲话了后，发现，哎哟，侃的拢会对呢。你有法度想象，阮牧师娘甲博士长老读同一个国小吗？你会当想象，咱在座有真侪人是我高中的学长吗？你会当想象，伫咱讲话过程的中间，会发现，伫咱生命中间得到恩典的，是同一群人吗？你会发现，原来台湾甲纽约是遮尔的近。你会发现，原来当咱用上帝的听，互咱就做一伙的时，咱的距离无遐尔远。咱会发现，生命的长短毋是关键。上界重要的是，咱如何要伫咱一生的中间持守对上帝的信靠。咱会软弱，咱嘛会老，总是咱意爱看见到有下一辈、后一代，继续用咱学老的声，一代传过一代。期待阮会当看见伫即个所在。是有真侪无共款的人，用无共款的语言、无共款的文化，总是用对共一个上帝学老甲见证。互咱所今仔日会当看见所写的迄个纪念册，不只是写着过去的50年，咱在座会当做伙来写即间教会未来50年所准备要做的见证。伊伫对，我毋知，总是有信心，咱就通得到。我想这嘛是阿伯拉罕最后，上帝予伊有真侪应允、真侪约，但是我想超过一半，伊拢无看到。愿咱伫即个中间，咱持守对上帝的信靠。啊，若软弱的咧，咱三脚扶持；啊，若惊吓的咧，咱互相相敬，啊！若毋捌上帝咧，愿通过咱正做传福音的器皿，互即个信仰一代过一代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使用阮正做你的器皿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伫今仔日的中间，搁一摆来对你立志，求你使用阮。求你，互阮伫即个中间通祝福人；求你，互阮喙所出的，就是要互人得到快乐；求你，互阮手所伸的，就是互人得到福气。主啊，当阮软弱的时，恳求你成做阮的快乐；当阮睿智的时，求你成做阮的光灯；求你，互阮伫即个中间敬拜的声代代无尽；互阮伫一代过一代中间来荣耀见证上帝你的名。求你甲阮三脚同在，互阮有充足的快乐，继续跑走阮头前的路站。无论阮是8岁，也是80岁，无论阮是男也是女，互阮伫所行的路顶悬，拢有你所赏赐的恩典甲优质，甲阮随时三随三对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